们，大家好！欢迎来到20正青春苏州电视书场20周年颁奖盛典的现场，我是黄磊。今天我们现场来了不少德高望重的评弹名家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他们是姜文澜老师、蒋云仙老师、赵开生老师、吴迪金、赵丽芳老师，还有呢邢艳春老师，掌声送给他们。从1994年到2014年，苏州电视书场走过了20个春秋。一路走来，我们最想表达的就是2个字，那就是感恩。我们想感恩始终关注我们的观众，感恩和我们一起成长的评弹工作者，感恩关心支持我们的领导，当然还有为我们苏州电视书场20年辛勤耕耘的同仁。今天在这儿呢，还特别想感恩一个人，他就是原苏州评弹团团长龚华生。给大家说一个故事。20年前，龚先生一行去北京央视录制节目，为了推动苏州评弹，他智闯中南海，面陈素未谋面的丁关根部长，恳请支持苏州开办电视书场。获得丁部长的首肯之后啊，他回到苏州，又四处推动，多方一拍即合，促成了电视书场尽早亮相荧屏。可以说，龚华生先生是苏州电视书场开办的首功之臣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的第一座奖杯特别贡献奖，当之无愧是属于龚先生的。接下来我们有请龚华生先生的夫人蔡小娟登台领奖。小娟老师您好，奖杯送给您。就是呢，因为自家人农这边不下来，那么接我来呢，谢谢妈妈大家。那么也祝我们电视书场开播20周年。我记得你跟我讲句闲话，你讲我做了一桩应该做的事情，我为平台奔波，为平台出一些力，是在所不辞，理所应当的。再次用掌声向龚华生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。小娟老师您辛苦了。观众朋友，今年啊是我在电视书场栏目工作第15个年头了。那今天呢，可以说是我最高兴的一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一来我可以代表我们栏目表达对现场来宾、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感谢。那二来呢，刚才啊导演告诉我，给我特别安排了一位帅气的男搭档一起合作。那到底是谁呢？各位来是各位来宾，这个阿刁汉武啊，我是120迪卡欧姆南西班的苏炳。哎，石斌，到我们电视书上来，是不是有一种回娘家的感觉？对对对，本身是平台员嘛，是不是能够参加上一个20周年的颁奖那个典礼了，特别的激动，是吧？很激动，是吧？今天呢，叫上一个机会，也当这个来师们、当这个观众朋友们也报个年。祝到2015年当中，身体健康，凡事如意，阖家欢乐，心想事成。好。我们今天这个颁奖盛典呢，总共要颁发18个奖项。18个。哎，那这些奖项的设置都是和我们栏目有关的。大高的。哎，获提名的演员呢，都是在我们栏目录过长篇或者是弹唱专辑的优秀中青年演员。侪是电视书场里向的演员。哎，没错。那么为他们颁奖呢，主要是为了感谢他们对电视书场做出的贡献。下面呢，就让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获得提名的演员。
大家好，我是平台语友常先云。我是朱蕾蕾。我是上海平台图的平台语友加部分。我是陆金花。我是徐媛媛。我是王晶。我是于三良。哎，那。还要从头开始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一吹。我从1976年我平台是平台学堂水教毕业生。他平台已经20年了，20年工龄了，跟电视书场一样，同龄人20年哦。我得知自家提名辰光的心情是3个字：哭不上。心里想非常的惊奇，也非常的激动。比杨新讲第一趟接到这个电话呢，是有点出乎意料之外。你讲搿这个这样是啥个这样？就上了这样子，我自然完美快乐。其实我的心情也非常的跨界。中流砥柱这样，哎呀，我真的应该讲是非常意外，也非常开心。如果你得到了最受欢迎的女演员奖，你第一件事情想做的是什么？吹的，大醉龙后。还有这样情的？夜里向嘛，我辣写点稿子，写到一半的辰光，背后啪，啥人拍我回去我一吓，头不过去一看，我讲一下，但背后500人的呀，吓得来我面孔煞白，立起来汪一声，啥人啊？不晓得肩胛浪向缩落下来，尾巴发手，石杠头一撒漏虫，抱着一声声音沈小云，我爱你。我台上向一好得了呀！再甜蜜、再开心的事体，随时出部队，因为可以当话剧对不对？搿辰光电视台录像个辰光，再破随时眼睛不晓得往哪面看，因为那电视机内呢搿面从摄像机辣搿面点的，那么我呢因为在前头的，那么我不晓得还是看电视机内呢，还是看前头呢？我还是看镜头还是看你？看镜头，不要看我。经常会等，半个身体在军队外头去等，搿个辰光就听见导播会叫，好像是蛮喊，但是呢再来一遍人不在，这是我最尴尬的事情。辣电视书上录过2部长片，曾经录过3部长片。我辣电视书上呢录过2部半长片，一共录过3部长片，录过4部长片。蒋氏夫人、李先友、大当时不记。芙蓉公主、马丽君、张之凤。我是电视史上的第一部的长片，就叫《行宫月》。观察电视书上。我也衷心观察电视史上，真的要观察电视史上，电视史上乡里经历。好。苏州电视书场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 I love you。我爱你。电视书场，我爱你。电视书上，我爱你。 刚才短片里的演员哈，都是在我们电视书场录过长片的。哎，我记得你好像也在我们栏目录过长片啊。录过的。啊。搿些辰光是《望夫行随》。对，我记得当时播出的时候收视率非常好。哎。是年度观众评选的最佳长片。搿是观众朋友对我的厚爱。但是我们呢虽然上一部书了。哦。那么人家你看看里向录制几好长片嘞，3部的、4部的，是吧？有三两，包括你先生了。 这个贾永成了、王振华等等等等，是吧？你都是口金口碑。没错。接下来要颁发的这个奖就是长篇书王奖。那究竟哪些演员在我们电视书场录制的长片最多呢？一起来看大屏幕。 苏州电视书场20周年长篇书王获得者吴迪军、赵丽芳，他们一共在电视书场录制了5部长篇弹词，分别是《智斩安德海》《同治皇帝》《一代枭雄》《北汉春秋》和《金陵杀马》，共计198回。苏州电视书场20周年长篇书王获得者周希明，他在电视书场分别和沈世华、汤小晶、季敬坚、张丽华、张建真、陈演6位下手合作，一共录制了《苏州第一家》《三更天》《谢山记》《法华庵》和《文武相求》5部长篇，共计146回。
苏州电视书厂20周年长篇书王获得者汪正华，他是在电视书厂录制过最多长篇评话的演员，分别是小武艺齐亮、小武艺白云瑞、白玉堂、三探童网正和汪精卫4部长篇，共计134回。荣获苏州电视书厂20周年颁奖盛典长篇书王的是谭词、吴迪军、赵丽芳、周希明，评话汪正华。解释一下，周希明先生呢，因为身体不适，他的奖项由他的侄儿周三国代理，我们也祝他早日康复。接下来呢，有请颁奖的嘉宾，分别是著名的评话演员陈建生先生、苏州电视书厂资深导演殷正义先生，以及大陆出版协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陈明先生来颁奖，有请。好，让我们用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。有请获奖者发表一下获奖感言。你两家头啦，今年年纪而且是150岁，两家头拼起来，那么想不得埃个年纪回来拿奖，气出方围。也感谢苏州电视台的电视书厂为我们平台啦做出了贡献，留下了不少个优秀节目，为我们演员留下了青春，留下了我们成长的过程。期待尊重你平台的有识之士，你都努力加油！哦。几位老师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哈，对，我们也欢迎更多的青年演员带着你们的长篇力作走进我们电视书厂，挑战新一届的长篇之王。S 边啊，您晓得我们电视书厂至今总共录制过多少长篇？哦哟，这是猜不出来的。猜不出的，150部。 150部的啦。这个呀，那么你再猜猜看，我们总共多少演员来录制？我可是更加猜不出的。160多位。160几个。没结棍个了。那么王来，我们再问问你的，那么150部长片当中，你最欢喜听的是哪个一部？我喜欢的很多。你看有经典的《玉蜻蜓》《珍珠塔》，现代的呢为啥李争锋版，铁金时代汉庭，反腐倡廉题材。我喜欢的不作数，关键还是要观众喜欢才可以。你为此呢，我们还专门做了一个调查，通过广电报、书场、微博、微信分发选票哈，想了解一下观众的喜好，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。我最欢喜听的呢是台视，最欢喜听的长片呢是马丽君，时间音乐。要听的廖天龙，大姑娘来是个三国。最欢喜里向的人物是王虎山舞，做主赛蛮活泼，蛮做得出。我欢喜一个呀，他这一代咯，再来这个礼物啊。吹呀，我是我们台长，哦，就鸟来是。原来不想我吃。苏州电视书厂20周年颁奖典礼，8厅复演经典长片，台视《玉蜻蜓》、《珍珠塔》、《灭金凤》、《杨乃武》、《三山》、《地仙音乐》、《平话》、《八公》，达至《乾隆和江南》。王亮，有点这个颁奖朗向有点不大公平吧？啥个不公平啊？实际的长片当中，我还有一部长片是交关欢喜的。哪一部长片？就是《肖丹贵》。肖丹贵肖丹贵呢，我跟你解释一下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我们错过了录制。但是呢，为了不留遗珠之憾，我们已经跟刘明老师说好，在2015年把这部《肖丹贵》录制下来。重新拿这个一部经典书目了，你苏州电视书厂再录来，怎么不来过？哪不来过？因为最来是没已经过书在，那么你搭啥人搭档呢？搭啥人搭档？让我轻轻松松的你这个人这个哇，杨正吧？没错。杨正是刘明老师的大弟子，对。那年轻时候也是风靡书坛哈，虽然离开了，人到中年，但是他对评弹艺术的赤诚之心是涛声依旧。虽然离开了是吧？离开书坛，离开书坛。一带来欣赏刘明老师搭子杨正表演的《肖丹贵》必打金爸爸，掌声有请。今年春节，那来吧来嘛，这就是。
家爱人送点啥呢？中口荣产哇，不要金银财宝，只要中口荣产，高档大气，容易吸收。我看啊，中口荣产，呱呱叫。春节送中科虫草，爸妈健康，家庭幸福。新春大酬宾，限购20瓶中科虫草送5天4夜港澳游。详情咨询65160709。新春送福，知蜂堂健康有礼。知蜂堂蜂产品，好原料，好功效，绿色养生，健康有道。2月5日至3月5日，知蜂堂年度最大力度感恩回馈，全场商品买3送1酬宾，买6送2，更有加送1星期蜂胶服用量。知蜂堂与您共贺新春。知蜂堂热线6777950065318586。玛卡，一种原产自南美洲秘鲁的十字花科植物，5800年食用历史，被誉为秘鲁人参。老人吃了营养，男人吃了力量，女人吃了漂亮，让身体活力充盈。源自秘鲁进口优质玛卡精粉原料，经独立第三方检测，富含高活性玛卡特有成分玛卡烯和玛卡酰胺，无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，由海外高层次科研人员研发，按 GMP 要求精心加工，压制成片。佳节健康好选择，一品德恒玛卡片。临近春节，买2送1活动正在火热开展，以下地址有售。详情请咨询1862610410。行人见人得，一品德恒。风湿骨病喝红毛，67味药材好，关节疼痛用红毛，祛风除湿有疗效，健脾强肾补气血，腰好胃好用得着。红毛药酒。3月1日起，红毛药酒全国统一零售价上调至298元每瓶。春节期间最后一次特惠活动，268元每瓶，一次性买3瓶加1元得4瓶。咨询热线61009567。吃不香，睡不好，排不畅，都是免疫力低下所致。食一几干免疫力，增加身体机制啊！再看吃冬虫菜。原来我发现只有一只叫春菜档的冬虫菜。冬虫夏草哪家强？十字街上寸草堂，寸草堂冬虫夏草。值此冬令进补时节，寸草堂特推出冬虫夏草买5盒送2盒，再送2瓶虫草酒，买10盒送5盒，再送4瓶虫草酒的特大优惠活动。冬虫菜我心来春菜堂免费了！寸草堂破壁灵芝孢子粉免费了！大别山深处椴木灵芝与稻草灵芝完全不同，来电登记即可免费领取1盒，税费、物流费通通不要。同时举行买300克送300克大型优惠活动。破壁灵芝哪家强？十字街上寸草堂。上海国泰大戏院老板叫张春飞，今朝早浪向同一工会出来，受地处锣鼓外滩，在地处里向无意当中对外头一看，三轮车浪向坐下个女人，再一望，小单官，让对不人搞杂碎，一想看看今上这个啥人啊？车子刚刚转弯，心里想一阵呕心飞涨。哎呀，大天老早早浪向7点钟分的，个金爸爸乒铃乓啷拿我插心，啥个弄的现在清爽。老早弄醒我拿我出卫是这样出出去，也帮个小单官忙娘里去当新郎人徐家伟绑队，哼，恨不得马上车子上跳下来。个地车我们不财团一副还停，转弯到南京路浪向大财团停车子，张春梅要紧跳下来，孩子无三轮车，望正安福路60路3号后来。他当里像个金伯伯，没事体呀，那口里外的话，一面看嘛，一面为他唱。一缸里的相思，想起了家道病，出
10天段。哎呦喂，老板啊，你刚来了啊？小单官人呢？小单官啊，小单官在楼上啊。已经回来了。哎，回转来了呀。刚刚到啥地方去的？哎不，哎呦呀，是块弄马家的呀。老板，那个小单官嘛，出戏子总归要转来呀，是吧？侬去唱戏，戏馆里向结束就要回来。下半日去唱堂会唱好也要回来，这个要回来的是的。侬活络个，哎，今朝侬不肯当我讲老实闲话是吧？我老实个，我才讲老实闲话。侬才老实。今朝小单官了外滩。金伯伯一下，是了外滩呀，办法是我想出来的。家里今朝外滩搭了个新郎人徐家汇棒头，你哪会晓得？侬看见伊辣外滩啊？我亲眼看见。伊辣外滩啥个辰光啊？啥个辰光？11点多眼。11点多钟几个人啊？一个人辣做啥？来，喂，侬哪能？侬问我还是我问侬啊？侬来摸我讨我口气是吧？不是，我想弄轻松样子侬今朝哪能？我哪能？没哪能？那干嘛？我老板啊，我讲哦，小店会是没出去过呀，没得，真的没得。我今朝这嘴巴来得不得了，没得。侬敢讲山上没得？山上我笃定讲没得。一声。没得。两声。第三声妹妹叫。叫妹妹叫。妹妹叫。啊，妹妹叫侬讲。妹妹叫是吧？金伯伯一面讲的一面也辣好呀。哎，你讲个闲话对个。晓得不？是辣外滩呀，搭有新郎人旁头就是离分看见。那么今朝我阿可讲拨你听，哎呦，不来事个。我假是事实个事体讲拨你听是，你两高头个日脚不讲了。那么哪说说句话？金伯伯一看，哎，楼上窗啊开好了海，喉咙还得响点。我读音头读不到床头个朋友听，那么总拎得清了。老板啊，我想到了，我想你出去过来。几点钟出门？啥辰光啊？对。啥辰光嘛？等侬老板前家后家探班一家。你得爹个呀，半个钟头一家，1个钟头也是一家呀。啥辰光回来个？前家后家探班一家。2家。出去啥天啊？出去啊，出去烫头发。烫头发？啥地方去烫啊？玫瑰。哎，我弄10天，完了10天对吧？啊，放玫瑰。哎，这头发刚刚烫过，哪能又要去烫了呢？我现在外头有流行一种叫油条色。叫油条色。哎。跟我刚刚看到你那外滩的头发没烫，哪能装的？没烫没有道理的呀！一到北玫瑰去烫头发，一烫头发，头发里向店里的人多啊！人家一看见小单位的明星啊，才轰上去了。轰上去要问了，哎呀，小单位啊，听说讲侬讲不得张成伟，这个人是流氓不祥的哎，是吧？老实讲这不。喂，哪能？侬了骂对吧？不是啊，不是我骂人家讲。人家讲前头点侬也去个？我没去，小单位讲把我听的呀。还讲不侬听的，要死个了。所以后来呢，伊头发没得烫，伊跑到外滩去兜风。对的，上了我对个，兜风。哎，是的。那么看见搿只水了，对门高头照啊？照嘛有道理个，三轮车转弯嘛，打红绿灯打招呼啊。那瞎讲吗？我不瞎讲。侪真啊？侪是真的。搿我要拿小单官叫下来接待啊！接待侬笃定？笃定。哎，是的。带下来2样哪能办？2样我咸鱼吃上碗。好。单官，下来！王浪的一声小单官一喊嘛，单官辣楼上听得清清爽爽。心里想非常感激金伯伯，那个婶婶真的是个好人，来了帮我忙说句话呀，一上上海子都引头拨我听呀。张成伟一喊嘛再下去呀，楼上下来到客厅里向，叔叔，嗨，叔叔，做了夫妻了，我要叫叔叔，难听不啦？老板啊，叫叔叔对的呀。那对啥没对？那两家头做夫妻又没出面是吧？伊两家头又没开过发票。发票啊？那不是有一张纸头的？要叫结婚登记证书。
哦，这个叫证书是吧？哎，哦，不是发票啊。发搞啥么子？搞啥发票了？哦，侬不看？哦，晓得了。侬不要想。哦，晓得了。大官，今朝出去过伐？要想讲了，心里想哈呀，人家辣发抖，对金伯伯让看，我啊讲，金伯伯这里做岁数多的。喂，侬啥票？侬啥票？啊，老板这个样子。侬告伊。不是，侬看啊，伊人辣发抖啊，那么我叫伊不要抖，到顶啊。到顶，侬现在不要吓啥么子，只要实事求是讲。今朝出去过伐？啊，我出去过噻。几点钟出门啊？我到那前脚后脚推背一家。啥辰光回来个？前脚后脚推背一家。出去啥天啊？啊，我去烫头发。烫头发？嗯。啥地方去烫啊？北玫瑰。头发刚刚烫过，哪又要烫了？要烫油条式。啊，根本没烫嘛，哪到外滩啊？因为店里向人太多，我到外滩去兜风。搿兜风啥天打人家招手啊？招手，因为是三轮车转弯闪红绿灯。哎，老板对吧？对吧？是吧？一式一样的。一式一样的啊！侬当我张春梅讲的哦？侬当我讲的哦？哪能啊？侬辣告伊，句侪是侬告伊的。哎呦，老板这个冤枉哦！伊辣楼上，我辣下头，我哪能告伊呀？我下头还有啥小单官？下来！楼浪向到楼下来了。啊！侬这个当头呀，不美味，兜风，听不见啊？听不见啊？哦，侬才想出来了。想出来，侬跑过来。哦，跑过来。侬跑过来。哦。哎呦喂，老板！哎呦喂，老板，侬哪能打人的呢？打的是侬。打人，我那昨天关照一声呀。关照啥天？搿不我逃走了是吧？逃走会打死到侬了。侬到底讲伐？讲，老板啊，侬不要动气哦。喏，我来讲好吧，我讲拨侬听。小单位没到上海的辰光，你这个辰光是穷得来嗲嗲的是吧？小单位一到上海来，马工开店一碰打侬，侬钞票多得来来不及点哎。所以呢，小单位侬看看叫我辛苦啊，一天2场戏，上地来唱档位，钞票侪拨侬，唱得来，财土司里向侪出血嘞。老板啊，侬算了，马马虎虎算了，好吧？金伯伯还算两眼可看呀，劝个张春梅算数。张春梅也听得懂，但今朝张春梅也肯听，随便哪不肯听？为啥？今朝个啥个事体啊？今朝是拿小单官去办的小白里啊！我好不容易拿那捧红，拿根子小白里办脱，我插空来随心，我哪哈听啊？今朝我背有查根本地龙到底，我要拿个小单官要吓老里，吓得里下趟再也不敢去打小白里绑头。哼！土精啊！他是怒气冲冲，衙门请人抽，他算是把两眼口看来求见我。总经理品下得贵，一出新戏马步步，红遍上海我开塞路，想当初下得贵，冰清玉洁的乡下女，她是礼如生家，能吃口是今日在你上的名气都等听啊，侪是侬，侪是你。暗中
手，他上来往，谁是你？刺痛心人耳帮助么？谁是你？晃一晃去欺骗我，弄得我昏对昏呐，没服老才是侬啊！今这里我要死落杀出来相比，非则我假戏真做恰为好。小金啊，侬闲话不要当我多。今朝假使那两个人不肯老老实实讲，我今朝打杀侬，小单官侬听好，不能才怪侬。你气相应头才是你不好，今朝我要打杀你。老板火气不要大，当心身体是吧？火气一大，血管啪嗒，怎么气出来？老板。哪能行头一套一套，早浪向一套行头，夜里向出去还要一套行头，哪能咋不啥人看啊？咋不啥人看？哎呀，老板啊，这个事情侬不好怪伊个，这个都是你哎。那我啊？你想他有日吗？做家人，谁？他是忠义，马路东辛苦，可敬人。唱大了菊花，吹。侬现在蛮结棍啊，主君啊！侬现在会四六句子了。我海棠春唱到菊花吹。哦，侬哪能？那侬现在是那女人妈妈，侬懂啥么子懂啊？我也懂哎。侬懂啥么子？老板啊，你牡丹。我与人不知是，我已懂得不爱兵根，于是更让时代这心上不得了，不得了！不爱平等自由，要做新的女性。哎呦，侬现在啥个哈？那样样才会啊？这个一句闲话是慎重的
山先生讲的，博爱平等自由。孙中山侬也晓得噻？当然，孙中山侬认得不啦？孙中山到我到不认得。我认得个呀。啊！你认得孙中山的？我认得是上游了。啊！你哪能会认得孙中山？人家那店里向摆了个和尚，乔阿叔在中山上。说这个了，和尚了说侬认得你，李夫人得侬，搞啥么子搞？哎呀，老板啊，小单官呢现在呢红嘞。红对个，小单官红出来，我花多少心血啊？是啊。小单官到今朝啥程度？不是我，现在红出来了，俺们去寻到这个小巴里了，我难过吧？我难过吧？是个啊，老板。你是将他来背呀，你双手捧他泪上泪，那么好口真这样比谁？好吧，这个事体呢不要再讲了，侬就看了我这面孔朗向就算数了。看了侬那张面孔了？哎，是的。侬这面子介大啊？老板马马虎虎了，好吧？马马虎虎，张春梅想搿桩事体不能马虎啊！马虎我讲人家我啊，哪能来塞啊？今朝非要吓得个小单官顶，杜金啊！哎，侬今朝不肯讲啊？怎么样啊？打一根皮皮拿下来，哎！哟，西瓜带了心来得个结棍啊！哎呀，带了心结棍！这个我哪能吃得消？当老板，鞭子举起来，哪么要边当金伯伯，下趟有机会是不打到底。风湿骨病喝红毛，67味药材好，关节疼痛用红毛，祛风除湿有疗效，健脾强肾补气血，腰好胃好用得着。红毛药酒。3月1日起，红毛药酒全国统一零售价上调至298元每瓶。春节期间最后一次特惠活动，268元每瓶，一次性买3瓶加1元得4瓶。咨询热线61009567。番茄红素是人体必需的一种健康元素。研究发现，直接吃番茄，人体并不容易吸收。中科番茄红素率先采用非转基因的以色列优质番茄，独特科技形成360度抗氧化立体网，高度浓缩，服用1粒就相当于24毫克番茄红素。每日1粒，我来用，每天1粒，我在用，每日1粒，我来用，女人也用，男人更加也用。喜讯购1箱送高档蚕丝被床会员再享9折。站在我身边这位小伙子呢叫严超，他是一位票友，刚刚获得2014年江浙沪评弹名票大赛的铜奖，祝贺您，严超。谢谢。严超，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您获奖的作品是什么呢？我当时时候唱的一段是情调，潇湘夜雨。哎，情调一般是女演员唱的，男孩子唱情调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。什么时候开始学唱？6年级的时候。哦，6年级就开始学了。对。当时家里支持吗？当时家里爸爸妈妈不支持。那怎么办呢？因为爸爸妈妈家里啊没有这个艺术环境嘛。那么当时时候我喜欢评弹，想买琵琶，那么爸爸妈妈就说了，就是你不要小孩子3分钟热度，买了琵琶到时候一丢就不玩了。那么没办法，我只能在家里找那种评弹的感觉。拿了一块洗衣服的搓衣板。拿搓衣板当琵琶。挨上去嘛，
就是绑上那个棉纱线，哦，找那种感觉。哦，今天来到我们的颁奖盛典，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？那我还是唱一段我大赛的时候唱的情调《潇湘夜雨》。帮我伴奏的也是一位年轻的票友，他叫顾真。一起来欣赏《潇湘夜雨》。愿意一云龙里放，月蒙蒙蒙月色昏望。相顾，黑漆漆几树壁上窗，后想想七狗狼给捉。他轻轻手指谁很当，并以为都是女，冷清清两个小妹相。这鸡汤不香香，香不漏水不。万事是万花用忘。一松松松一水体味，美粗粗粗美很木强。心恰恰心手相的他咪咪又看下呀上，哎等等，一只谁来捉？冷冰冰不被鸡用汤。口里他是气粗粗，心荡荡，气深深，泪汪汪，是悲悲。我为平台奔波，为平台出一些力，是在所不是，理所应当的。再次用掌声向龚华生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。小蝶老师，您辛苦了。观众朋友，今年啊是我在电视收场栏目工作第15个年头了。那今天呢，可以说是我最高兴的一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一来我可以代表我们栏目表达对现场来宾、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感谢。那二来呢，刚才啊，导演告诉我，给我特别安排了一位帅气的男搭档一起合作。那到底是谁呢？各位来宾，这个阿刁汉舞
我是120抵抗欧盟南西北的士兵。哎，士兵，哎，到我们电视书上来，是不是有一种回娘家的感觉？对对对，本身是平台员嘛，是不是能够抽高上一个20岁年的颁奖那个典礼了，特别个激动，是吧？很激动啊！今天呢，叫上一个机会，也当这个老师们、当这个观众朋友们也拜个年，祝祷2010年当中身体健康，凡事如意，阖家欢乐，心想事成。好。我们今天这个颁奖盛典呢，总共要颁发18个奖项。18个。哎，那这些奖项的设置都是和我们栏目有关的。大高的。哎，获提名的演员呢，都是在我们栏目录过长篇或者是弹唱专辑的优秀中青年演员。侪是电视市场里向的演员。哎，没错。那么为他们颁奖呢，主要是为了感谢他们对电视书场做出的贡献。下面呢，就让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获得提名的演员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台语友常小云。我是左蕾蕾。我是上海平台的平台语友加部分。我是陆金花。我是徐云云。我是王晶。我是于三良。嗨，那要从头开始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一吹。我从1976年我平台是平台学堂最佳毕业生。他平台已经20年了。20年功龄了，跟电视书场一样，同龄人20年哦。我得知自家提名辰光的心情是3个字：跟不上。心里想非常的惊奇，也非常的激动。比人生讲第一趟接到这个电话呢，是有点出乎意料之外。你讲搿这个奖是啥个奖？就上了第2个，我自然完美跨界。其实我的心情也非常的跨界。中流砥柱奖，哎呀，我真的应该讲是非常意外。还非常开心。如果你得到了最受欢迎的女演员奖，你第一件事情想做的是什么？去吹它，最龙火。还有奖金的。压力下嘛，我让写点稿子，写到一半的辰光，别人啪，啥人拍我一记门，我一吓，对不过去一口，我讲你吓。但别人不认的呀，吓得来我面孔煞白，立起来汪一声，啥人啊？不晓得肩胛浪向缩落下来，尾巴不收，石缸头一撒漏虫。我的一声声音是沈小云，我爱你。我地上向一好不了呀。最特别、最开心的事体就是出部队，因为可以打滑稽，对不对？搿辰光电视台老长个辰光，再破船是眼睛不晓得往哪面看，因为那电视机内呢搿面从收上去了搿面点个，那么我呢因为在前头个，那么我不晓得还是看电视机内呢，还是看前头呢？我还是看镜头还是看？看镜头，不要看我。经常会等，是，半个身体在紧盯后头去等，搿个辰光就听见导播会叫，好像是蛮嗨，但是呢再来一遍人不在，这是我最尴尬的事情。辣电视书上录过2部长片，曾经录过3部长片。我辣电视书上呢录过2部半长片，一共录过3部长片，录过4部长片。蒋氏夫人、李先友、大道手机、芙蓉公主、马丽君、张之凤。我是电视史上的第1部的长片，就叫《新公园》。观赏电视书上。我也衷心观赏电视书上，真的要观赏电视书上，电视书上向你敬礼。好，苏州电视书场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 I love you。我爱你。电视书场，我爱你。电视书上，我爱你。 刚才短片里的演员哈，都是在我们电视书场录过长片的。哎，我记得你好像也在我们栏目录过长片啊。录过啊。搿些辰光是王府行罪。对，我记得当时播出的时候收视率非常好，哎，是年度观众评选的最佳长片。搿是观众朋友对我的厚爱。
但是我们呢属于上一部书了。哦。那么人家的看看里向录制几号上片嘞？3部的、4部的，是吧？有些200万女先生了，这个贾永成了、王振华等等等等，是吧？你都是口金口碑。没错。接下来要颁发的这个奖就是长篇书王奖。那么究竟哪些演员在我们电视书场录制的长篇最多呢？一起来看大屏幕。苏州电视书场20周年长篇书王获得者吴迪军、赵丽芳，他们一共在电视书场录制了5部长篇弹词，分别是《智斩安德海》《同治皇帝》《一代枭雄》《北汉春秋》和《金陵杀马》，共计198回。苏州电视书场20周年长篇书王获得者周希明，他在电视书场分别和沈世华、汤小晶、季静娟、张丽华、张建真、陈演6位下手合作，一共录制了《苏州第一家》《三更天》《谢山记》《法华庵》和《文武相求》5部长篇，共计146回。苏州电视书场20周年长篇书王获得者汪振华，他是在电视书场录制过最多长篇评话的演员，分别是小武艺齐亮、小武艺白云瑞、白玉堂、三探童马正和汪精卫4部长篇，共计134回。今天我们现场来了不少德高望重的评弹名家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他们是姜文澜老师、蒋云仙老师、赵开生老师、吴迪军、赵丽芳老师，还有呢邢彦春老师，掌声送给他们。从1994年到2014年，苏州电视书场走过了20个春秋。一路走来，我们最想表达的就是2个字，那就是感恩。我们想感恩始终关注我们的观众，感恩和我们一起成长的评弹工作者，感恩关心支持我们的领导，当然还有为我们苏州电视书场20年辛勤耕耘的同仁。今天在这儿呢，还特别想感恩一个人，他就是原苏州评弹团团长龚华生。给大家说一个故事。20年前，龚先生一行去北京央视录制节目，为了推动苏州评弹，他智闯中南海，面陈素未谋面的丁关根部长，恳请支持苏州开办电视书场。获得丁部长的首肯之后啊，他回到苏州，又四处推动，多方一拍即合，促成了电视书场尽早亮相荧屏。可以说，龚华生先生是苏州电视书场开办的首功之城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的第1座奖杯特别贡献奖，当之无愧是属于龚先生的。接下来我们有请龚华生先生的夫人蔡小娟登台领奖。小娟老师您好，奖杯送给你。今日呢，因为自家银行收费发下来，那么接我来呢，谢谢妈妈大家。那么也祝我们电视书场开播20周年。我记得你跟我讲句闲话，
你讲我做了一桩应该做的事情。荣获苏州电视书厂20周年颁奖盛典长篇书王的是谭词吴迪军、赵丽芳、周希明，评话汪正华。解释一下，周希明先生的一位身体不适，他的奖项由他的侄儿周三伯带领，我们也祝他早日康复。接下来呢，有请颁奖的嘉宾，就分别是著名的评话演员陈建生先生、苏州电视书厂资深导演殷正义先生，以及大陆出版界一位副主任兼秘书长的陈明先生来颁奖，有请。好，让我们用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。有请获奖者发表一下获奖感言。你两家头啦，今年年纪而且是150岁，两家头拼起来，那么想不到埃个年纪回来拿奖，喜出望外。也感谢苏州电视台的电视书厂为我们平台啦做出了贡献，留下了不少的优秀节目，为我们演员留下了青春，留下了我们成长的过程。期待尊重你平台的有识之士，你都努力加油！哦。几位老师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哈，对的。我们也欢迎更多的青年演员带着你们的长篇力作走进我们电视书厂，挑战新一届的长篇之王。S 边啊，那些的我们电视书厂至今总共录制过多少长篇？哦哟，这是猜不出来的。猜不出的，150部。150部的啦。这个呀，那么你再猜猜看，我们总共多少演员来录制？我可是更加猜不出的。160多位。160几个。没结果的。那么王来，我们再问问你的，那让150部长片当中，你最欢喜听的是哪个一部？我喜欢的很多。你看有经典的《玉蜻蜓》《珍珠塔》，现代的呢为啥李争峰版，铁金时代汉庭，反腐倡廉题材。我喜欢的不作数，关键还是要观众喜欢才可以。你为此呢，我们还专门做了一个调查，通过广电报、书场、微博、微信分发选票哈，想了解一下观众的喜好，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。我最欢喜听的呢是台视，最欢喜听的长片呢是马丽君、极限音乐。要现在廖天龙、张国良是个谁滚？最欢喜里向的人物是王虎山舞。做主赛是蛮活泼，蛮做得出。我欢喜一个呀，我是看这些咯，再来这个礼物啊。吹呀哦，要心灵哦就要来是原来不晓得吃。苏州电视书厂20周年颁奖典礼，8厅复演经典长片，台视、玉蜻蜓、珍珠塔、灭金凤、杨乃武、三线、地线音乐、平话、八公，达至乾隆和江南。王亮，有点这个颁奖朗向有点不大公平吧？啥个不公平啊？这样的长片当中，我还有一部长片是交关欢喜的。哪一部长片？就是《肖丹贵》。肖丹贵肖丹贵呢，我跟你解释一下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我们错过了录制。但是呢，为了不留遗珠之憾，我们已经跟刘明老师说好，在2015年把这部《肖丹贵》录制下来。重新拿这个一部经典书目了，你苏州电视书厂再录来，怎么不来过啊？哪不来过？因为最来师们已经过世在，那么你搭啥人搭档呢？搭啥人搭档？让我轻轻松松的这个人这个哇，杨震哇。没错。杨震是刘明老师的大弟子，对。那年轻时候也是风靡书坛哈，虽然离开了，人到中年，但是他对评弹艺术的赤诚之心是涛声依旧。虽然离开了是吧？离开书坛还离开书坛。一起来欣赏刘明老师搭子杨震编一个《肖丹贵》必打金爸爸，掌声有请。今年春节，那来爸来妈，这是自家爱人送的啥呢？中口送餐哇！不要金银财宝，只有中口送餐，高档大气，容易吸收。我看啊，
中科虫草，呱呱叫。春节送中科虫草，爸妈健康，家庭幸福。新春大酬宾，限购20瓶中科虫草送5天4夜港澳游。详情咨询65160709。新春送福，知蜂堂健康有礼。知蜂堂蜂产品，好原料，好功效，绿色养生，健康有道。2月5日至3月5日，知蜂堂年度最大力度感恩回馈，全场商品买3送1酬宾，买6送2，更有加送1星期蜂胶服用量。知蜂堂与您共贺新春。知蜂堂热线6777950065318586。马卡，一种原产自南美洲秘鲁的十字花科植物，5800年食用历史，被誉为秘鲁人参。老人吃了营养，男人吃了力量，女人吃了漂亮，让身体活力充盈。源自秘鲁进口优质马卡精粉原料，经独立第三方检测，富含高活性马卡特有成分马卡烯和马卡酰胺，无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，由海外高层次科研人员研发，按 GMP 要求精心加工，压制成片。佳节健康好选择，一品德恒马卡片。临近春节，买2送1活动正在火热开展，以下地址有售，详情请咨询1862610410。行人见人得，一品德恒。风湿骨病喝红毛，67味药材好，关节疼痛用红毛，祛风除湿有疗效，健脾强肾补气血，腰好胃好用得着。红毛药酒。3月1日起，红毛药酒全国统一零售价上调至298元每瓶。春节期间最后一次特惠活动，268元每瓶，一次性买3瓶加1元得4瓶。咨询热线61009567。吃不香、睡不好、排不畅，都是免疫力低下所致。食一几干免疫力，增加身体体质啊！再看吃东农菜。一句话呀，一上早上的孩子都引头拨我听呀。早上晨饭一喊么再下去呀，流浪下来到客厅里向，叔叔。嗨，叔叔，做了夫妻了，我要叫叔叔，难听不啦？老板啊，叫叔叔对的呀。那对啥么对？那两家头做夫妻又没出面是吧？伊两家头又没开过发票。发票啊？那不是有一张纸头的？要叫结婚登记证书。哦，这个叫正式是吧？哎，哦，不是发票啊。发搞啥么子？搞啥发票了？哦，侬不看。哦，晓得了。侬不要想。哦，晓得了。大官，今朝出去过伐？要想讲了，心里想哈呀，人家辣发抖，对金伯伯让看，我哈讲，金伯伯这里做岁数都得。喂，侬啥天？啊，老板这个样子，不是侬看啊，伊人辣发抖啊，那么我叫伊不要抖，笃定啊，笃定，我要哈啥么子？只要实事就是讲。今朝出去过伐？啊，我出去过在。几点钟出门啊？我在那前脚后脚推背一家。啥辰光回来个？前脚后脚推背一家。出去啥天啊？啊，我去烫头发。烫头发？嗯。啥地方去烫啊？北玫瑰。头发刚刚烫过，哪又要烫了？要烫油条色。啊，根本没烫嘛，哪到外滩啊？因为店里向人太多，我到外滩去兜风。我兜风啥天打人家招手啊？招手因为是三轮车转弯闪红绿灯。哎，老板对吧？对吧？是吧？一式一样的。一式一样的啊！侬当我张春梅讲的哦。侬当我讲的哦？哪能啊？侬辣告伊，句句侪是侬告伊的。哎呦，老板这个冤枉哦！伊辣楼上，我辣下头，我哪能告伊呀？我下头还有啥小单官？下来！楼浪向到楼下来了。啊！侬这个当头呀，不美味，兜风，听不见啊？听不见啊？哦，侬才想出来了。想出来，侬跑过来。哦，跑过来。侬跑过来。哦。哎呦喂，老板！哎呦喂，老板，侬哪能打人的呢？打的是侬。打人我那昨天关照一声呀。
啊？会做啥的？搿么我逃走了是吧？逃走会打死了侬啦！侬到底讲伐？讲，老板啊，侬不要动气哦。喏，我来讲好吧，我讲拨侬听。小单位没到上海的辰光，你这个辰光是穷得来嗲嗲的是吧？小单位一到上海来，马工开店一碰打侬，侬钞票多得来不及点哎。所以呢，小单位侬看看叫我辛苦啊，一天2场戏，上电台唱档位，钞票侪拨侬，唱得来财土司里向侪出血嘞。老板，侬算了，马马虎虎算了，好吧？金伯伯，还算两眼可看啊，劝个张春梅收手。张春梅也听得懂，但今朝张春梅也肯听，随便哪不肯听？为啥？今朝是啥个事体啊？今朝是拿小单国去办的小白里啊！我好不容易拿那捧红，拿根子小白里办脱，我插空来瑞心，我哪哈听啊？今朝我背有数根本的龙到底，我要拿个小单国要哈老里，哈得里下趟再也不过去打小白里绑头。哼！土精啊！他的怒气冲冲，衙门听人抽，他算是他两眼口看来求见我。总经理品下得贵，一出新戏马步步，红遍上海我开赛路，想当初下得贵冰清玉洁的乡下女，她是礼入身家，能吃口是今日在你上的名气都放心啊，侪是侬，侪是你。暗中接受他上来话。侪是你，私通情人暗帮助么？侪是你，谎言谎语欺骗我，弄得我昏头昏脑没服路，侪是侬啊！今这里我要死落杀出。来相比，非则我假戏真做恰为。今天我们现场来了不少德高望重的评弹名家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他们是姜文澜老师、蒋云仙老师、赵开生老师、吴迪金、赵丽芳老师，还有呢邢艳春老师，掌声送给他们。
从1994年到2014年，苏州电视书场走过了20个春秋。一路走来，我们最想表达的就是2个字，那就是感恩。我们想感恩始终关注我们的观众，感恩和我们一起成长的评弹工作者，感恩关心支持我们的领导，当然还有为我们苏州电视书场20年辛勤耕耘的同仁。今天在这儿呢，还特别想感恩一个人，他就是原苏州评弹团团长龚华生。给大家说一个故事。20年前，龚先生一行去北京央视录制节目，为了推动苏州评弹，他智闯中南海，面陈素未谋面的丁关根部长，恳请支持苏州开办电视书场。获得丁部长的首肯之后啊，他回到苏州，又四处推动，多方一拍即合，促成了电视书场尽早亮相荧屏。可以说，龚华生先生是苏州电视书场开办的首功之城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的第1座奖杯特别贡献奖，当之无愧是属于龚先生的。接下来我们有请龚华生先生的夫人蔡小娟登台领奖。小娟老师您好，奖杯送给您。就是呢，因为自家人农分别不下来。那么接我们来呢，谢谢妈妈大家。那么也祝我们电视书场开播20周年。我记得你对我讲句闲话，你讲我做了一桩应该做的事情，我为平台奔波，为平台出一些力，是在所不辞，理所应当的。再次用掌声向龚华生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。小娟老师您辛苦了。观众朋友，今年啊是我在电视书场栏目工作第15个年头了。那今天呢，可以说是我最高兴的一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一来我可以代表我们栏目表达对现场来宾、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感谢。那二来呢，刚才啊导演告诉我，给我特别安排了一位帅气的男搭档一起合作，那到底是谁呢？各位来是各位来宾，这个阿刁汉武啊，我是120点看欧姆南西班的苏炳。哎，石斌，到我们电视书上来，是不是有一种回娘家的感觉？对对对，本身是平台员嘛，是不是能够参加上一个20周年的颁奖那个典礼了，特别的激动，是吧？很激动，是吧？今天呢，叫上一个机会，也当这个老师们、当这个观众朋友们也拜个年，祝祝在2015年当中身体健康，凡事如意，阖家欢乐，心想事成。好。我们今天这个颁奖盛典呢，总共要颁发18个奖项。18个。哎，那这些奖项的设置都是和我们栏目有关的。大高的。哎，获提名的演员呢，都是在我们栏目录过长篇或者是弹唱专辑的优秀中青年演员。侪是电视书场里向的演员。哎，没错。那么为他们颁奖呢，主要是为了感谢他们对电视书场做出的贡献。下面呢，就让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获得提名的演员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台语友常小云，我是朱蕾蕾，我是上海平台团的平台语友高博文，我是陆金花，我是许云云，我是王晶，我是于三良。哎，还要从头开始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一吹，我从1976年我平台是平台学堂最佳毕业生，他平台已经20年了，20年功力了，跟电视书场一样同龄人20年哦。我得知自家提名辰光的心情是3个字：奋不生。
心里想挑战新一届的长篇之王。S B 啊，你还记得我们电视书场至今总共录制过多少长篇？哦哟，但是猜不出来。猜不出的，150部。 150部的啦。是个呀。那么你再猜猜看，我们总共多少演员来录制？我搿是更加猜不出的。160多位。160几个。没结棍噶了。咁么王来，我不得一问问你的。那让150部长片当中，你最欢喜听的是哪个一部？我喜欢的很多。你看有经典的《玉蜻蜓》《珍珠塔》，现代的呢为啥李争锋版，贴近时代汉情，反腐倡廉题材。我喜欢的不作数，关键还是要。 观众喜欢才可以，你为此呢，我们还专门做了一个调查，通过广电报、书场、微博、微信分发选票哈，想了解一下观众的喜好，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。我最欢喜听的呢是台视，最欢喜听的长片呢是马丽君、极限音乐。要现在的廖天龙、张姑娘来是个三国。 最欢喜里向的人物是王虎山舞，做主赛蛮活泼，蛮做得出。我欢喜一个呀，我是看配音的，奶奶这个灵魂。吹呀欧音，要是您欧就要来是。原来是小不菜。苏州电视书场20周年颁奖典礼，8厅复演经典长片，台视。 玉蜻蜓、珍珠塔、灭金凤、亚内舞、三线、极限音乐、平hòa、八公，达至乾隆和江南。王亮，有点这个颁奖朗向有点不大公平嘛？啥个不公平呀？这样的长片当中，我还有一部长片是交关欢喜的。哪一部长片？就是《肖丹贵》。 肖丹贵哦，肖丹贵呢，我跟你解释一下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我们错过了录制。但是呢，为了不留遗珠之憾，我们已经跟刘明老师说好，在2015年把这部肖丹贵录制下来。哦，重新拿搿个一部经典书目了，你苏州电视书场再录下来，怎么不来过？哪不来过？因为最来师们已经过世噻。咁么你搭啥人搭档呢？搭啥人搭档？让我轻轻松松的你这个人这个哇，杨震哇。没错。 杨震是刘明老师的大弟子，对。那年轻时候也是风靡书坛哈，虽然离开了，人到中年，但是他对评弹艺术的赤诚之心是涛声依旧。虽然离开了是吧？离开书坛，还离开书坛。一起来欣赏刘明老师搭子杨震表演的《肖丹贵》必打金伯伯，掌声有请。今年春节，那来爸来妈，这是自家爱人送的啥呢？中口送餐哇，不要金银财宝，只有中口送餐，高档大气，容易吸收。我看啊，中口虫草，呱呱叫。春节送中科虫草，爸妈健康，家庭幸福。新春大酬宾，限购20瓶中科虫草送5天4夜港澳游。详情咨询65160709。新春送福，知蜂堂健康有礼。知蜂堂蜂产品，好原料，好功效，绿色养生，健康有道。2月5日至3月5日，知蜂堂年度最大力度感恩回馈，全场商品买3送1酬宾，买6送2，更有加送1星期蜂胶服用量。知蜂堂与您共贺新春。知蜂堂热线6777950065318586。马卡，一种原产自南美洲秘鲁的十字花科植物，5800年食用历史，被誉为秘鲁人参。老人吃了营养，男人吃了力量，女人吃了漂亮，让身体活力充盈。源自秘鲁进口优质马卡精粉原料，经独立第三方检测，富含高活性马卡特有成分马卡基和马卡酰胺，无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，由海外高层次科研人员研发，按 GMP 要求精心加工、压制成片，佳节健康好选择，一品得衡马卡片。临近春节，买2送1活动正在火热开展，以下地址有售。详情请咨询1862610410，请人见人得，一品
德恒。风湿骨病喝红毛，67味药材好，关节疼痛用红毛，祛风除湿有疗效，健脾强肾补气血，腰好胃好用得着。红毛药酒。3月1日起，红毛药酒全国统一零售价上调至298元每瓶。春节期间最后一次特惠活动，268元每瓶，一次性买3瓶加1元得4瓶。咨询热线61009567。吃不香、睡不好、排不畅，都是免疫力低下所致。食一几干免疫力，增加身体机制啊！再吃冬虫夏菜。原来我发现之余，直接春菜当了冬虫夏菜。冬虫夏草哪家强？十字街上寸草堂，寸草堂冬虫夏草。值此冬令进补时节，寸草堂特推出冬虫夏草买5盒送2盒，再送2瓶虫草酒。买10盒送5盒，再送4瓶虫草酒的特大优惠活动。冬虫夏菜，我心来春菜堂。免费了！寸草堂破壁灵芝孢子粉免费了！大别山深处椴木灵芝与稻草灵芝完全不同，来电登记即可免费领取1盒，税费、物流费通通不要。同时举行买300克送300克大型优惠活动。破壁灵芝哪家强？十字街上寸草堂。上海国泰大戏院老板叫张春飞，今朝早浪向同一工会出来，受地处路过外滩，在地处里向无意当中对外头一看，三轮车浪向坐下个女人，再一望，小单官，让对不人搞杂碎，一想看看清爽这个啥人啊？车子刚转弯。心里想一阵呕心飞涨，哎呀，大天老早早浪向7点钟分的，个金爸爸乒铃乓啷挪我插心，啥个弄的现在清爽，老早弄心我挪我出不意思这样出出去，也帮个小单官忙娘里去当新郎人徐家伟绑队，哼，恨不得马上车子上跳下来。个地车不站队一副会停，转弯到南京路浪向大站队停车子，张春梅已经跳下来，孩子部3轮车，望正安福路60路32号来。他堂里向个金伯伯，没事体呀，那看里外的话，一面看嘛，一面为他唱。一缸里的相思，想起了家道病，出生在扬州。哎，这天段。哎呦喂，老板啊，你刚来了？小单官人呢？小单官啊，小单官在楼上啊。已经回来了。哎，回转来了呀。刚刚到啥地方去的？哎不，哎呦呀，是块龙马家的呀。老板，那个小单官嘛，出戏子总归要转来呀，是吧？侬去唱戏，戏馆里向结束就要回来；下半日去唱堂会唱哈也要回来，这个要回来的是的。侬活络个，哎，今朝侬不肯当我讲老实闲话是吧？我老实个，我才讲老实闲话。侬才老实。今朝小单官来外滩。金伯伯一哈，是了外滩呀，办法是我想出来的。家里今朝外滩搭了个新郎人徐家伟绑头，伊哪会晓得？侬看见伊辣外滩啊？我亲眼看见。伊辣外滩啥个辰光啊？啥个辰光？11点多钟哎。11点多钟，几个人啊？一个人。一个人辣做啥？来，喂，侬哪能？侬问我还是我问侬啊？侬来问我讨我口气是吧？不是，我想弄弄清爽样子侬今朝哪能？我哪能？没哪能？那干嘛？我老板啊，我讲哦，小店官是没出去过呀，没得，真的没得。我今朝他嘴巴烂得不得了，没得。侬敢讲3声没得？3声我都断讲，没得。1声没得。2声。第3声慢慢叫。慢慢叫，慢慢叫啊，慢慢叫侬讲，慢慢叫是吧？金伯伯一面讲嘛，一面也辣哈呀。哎，你讲个闲话对个。小单官是辣外滩呀，等于新郎人旁头随时里分看见。那么今朝我阿哥讲拨你听，哎呦不来事个。
我假是事实个事体讲不你听是你两高头你叫不讲了。那么哪说说句话，金伯伯一看，哎，楼上窗啊开下了海，喉咙还得响点，我读音头读不到上头个网友听，那么总拎得清了。老板啊，我想着了，一出戏过来，几点钟出门？啥辰光啊？对。啥辰光嘛？等到老板请假后假探班一讲。你个得爹个呀！半个钟头一假，1个钟头也是一假呀。啥辰光回来个？请假后假探班一讲。2假。出去啥天啊？出去啊！出去去烫头发。烫头发？啥地方去烫啊？北玫瑰。哎，我弄啥天完了啥天侬啊？放玫瑰。哎，这头发刚刚烫过，哪能又要去烫了呢？我现在外头有流行一种叫油条色。叫油条色？哎。跟我刚刚看到你那个外滩的头发没烫，哪能装天？没烫没有道理的呀！一到北玫瑰去烫头发，一烫头发，头发里向店里的人多啊，人家一看去小单位的明星啊，侪轰上去了。轰上去要问了，哎呀，小单位啊，听说讲侬讲把他张成为这个人是流氓不像人哎，啊，老实讲都不。喂，哪能？侬了骂对吧？不是啊，不是我骂人家讲。人家讲剃头店侬也去个？我没去，小单位讲把我听的呀。还讲不侬听的，要死个了。所以后来呢，伊头发没得烫，伊跑到外滩去兜风。对得上了啦，我对个，兜风。哎，是的。那么看见搿只水了，对不人家来招啊？招嘛有道理个，三轮车转弯嘛，打红绿灯打招呼啊。那瞎讲吗？我不瞎讲。侪真啊？侪是真的。搿我要拿小单管叫下来接待啊！接待侬多的。哎，是的。带下来2样哪能办？2样我咸鱼吃上碗。好。单管，下来！皇上的一声小单管一喊嘛，单管辣楼上听得清清爽爽。心里想非常感激金伯伯，那个婶婶真的是个好人，来了帮个忙，非常的经济，也非常的激动。凭良心讲，第一趟接到这个电话呢，是有点出乎意料之外。你讲搿这个酱是啥个酱？这上个酱我自个完美跨界。其实我的心情也非常的跨界。中楼第二酱，哎呀，我真的，应该讲是非常意外。还非常开心。如果你得到了最受欢迎的女演员奖，你第一件事情想做的是什么？吹啊，最龙火。还有奖金的？夜里向嘛，我辣写点稿子，写到一半的辰光，背后啪，啥人拍我一记门，一吓，头不过去一看，我讲你吓。但背后不人的呀，吓得来我面孔煞白，立起来汪一声，啥人啊？不晓得肩胛浪向缩落下来，尾巴发手，石杠头一撒漏虫。后头一声声音是沈小云，我爱你。对上向一好不了呀。再特别、再开心的事体，就是出部队，因为可以打滑稽，对不对？搿辰光电视台老长个辰光，再拍电视，眼睛不晓得往哪面看，因为那电视机头呢，搿面从摄像机辣搿面点个。那么我呢，因为在前头个，那么我不晓得还是看电视机头呢，还是看前头呢？我还是看镜头，还是看镜头，不要看我。今朝晚灯，是半个身体在金灯外头去等，搿个辰光就听见导播会叫，好像是蛮嗨，但是呢再来一遍人不在，这是我最尴尬的事情。辣电视书上录过2部长片，曾经录过3部长片。我辣电视书上呢录过2部半长片，一共录过3部长片，录过4部长片。蒋氏夫人，以前有大当时不记，芙蓉公主，马丽君，张之洞。我是电视史上的第1部的长片，就叫《行宫月》。干掉电视书上
我也衷心感谢电视市场。真的要感谢电视市场，电视市场向你敬礼。好。苏州电视收场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 I love you。我爱你。电视收场，我爱你。电视市场，我爱你。你看到刚才短片里的演员哈，嗯，都是在我们电视书场录过长片的。哎，我记得你好像也在我们栏目录过长片啊。录过啊。啊。搿些辰光是《望夫行随》。对，我记得当时播出的时候收视率非常好。哎。是年度观众评选的最佳长片。搿是观众朋友对我的厚爱。但是我们呢虽然上一部书了，哦，那么人家头看个里向录制句话长片嘞，3部的、4部的，是吧？袁三亮，包括你先生了，这个贾永春了，王振华等等等等，是吧？你都是口金口碑。没错。嗯。接下来要颁发的这个奖就是长篇书王奖。那么究竟哪些演员在我们电视书场录制的长片最多呢？一起来看大屏幕。苏州电视书场20周年长篇书王获得者吴迪军、赵丽芳，他们一共在电视书场录制了5部长篇弹词，分别是《智斩安德海》《同治皇帝》《一代枭雄》《北汉春秋》和《金陵杀马》，共计198回。苏州电视书场20周年长篇书王获得者周希明，他在电视书场分别和沈世华、汤小军、季静娟、张丽华、张建真、陈演6位下手合作，一共录制了《苏州第一家》《三更天》《谢山记》《法华庵》和《文武相求》5部长篇，共计146回。苏州电视书场20周年长篇书王获得者汪振华，他是在电视书场录制过最多长篇评话的演员，分别是小武艺齐亮、小武艺白云瑞、白玉堂、三探童马正和汪精卫4部长篇，共计134回。荣获苏州电视书场20周年颁奖盛典长篇书王的是弹词吴迪军、赵丽芳、周希明，评话汪振华。解释一下，周希明先生呢，因为身体不适，他的奖项由他的侄儿周三国代理，我们也祝他早日康复。接下来呢，有请颁奖的嘉宾，就分别是著名的评话演员陈建生先生、苏州电视市场资深导演殷正义先生，以及大陆出版协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陈明先生来颁奖，有请。好，让我们用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。有请获奖者发表一下获奖感言。你两家头啦，今年年纪的确是150岁，两家头拼起来，那么想不到这个年纪回来拿奖，气出方围。也感谢苏州电视台的电视市场为我们平台啦做出了贡献，留下了不少的优秀节目，为我们演员留下了青春，留下了我们成长的过程。期待尊重你平台的有识之士，你都努力加油！哦。几位老师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哈，对的，我们也欢迎更多的青年演员带着你们的长篇力作走进我们电视书场。